公守上帝为咱掀开旧约出埃及记32章30节，甲33章23节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过日，摩西对百姓讲：你有犯淡罪，我当要受去耶和华遐。刚才谈了你赎罪，摩西倒转到耶和华遐讲：哎呀，这个百姓犯淡罪，为家己做紧的上帝，当你若要赦免伊的罪。若无求你对你所写的罪，擦去我的名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什么人得罪我，就对我的罪擦伊的名。当你去带这个百姓去我所甲你讲的所在看，我的使者要行你的头前。独到我犯罪的日，我要办伊的罪。耶和华敢会使百姓，因为因做我，就是阿伦所做的。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讲：我按著作应允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讲，要从土地收拾你的后裔。当你去啊，你把你的埃及地所带出来的百姓，就对遮上你迄个地，我要找使者伫你的面头前，我要赶出亚兰、阿摩利、赫、比利色、希尼、亚弗斯亚的族，带你到老你当地的地。因为我甲你上去，为着你是困的百姓，听了我的努力，要你百姓听见这个歹的消息，就郁闷，无人真怕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你是困的百姓。我若是把你顾到你的中间，我即刻召回你，当你将你的身躯的真合放起来，我就知我要怎样款待你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以后，就将身躯的真合放起来。摩西将宝血甲耶和华。你开名有养以前这个宝血做回报，万人朝这耶和华的人，就到耶和华的家，当摩西出去到回报时，将百姓拢起来，人徛去报平口，在看摩西到伊里报。摩西伫宝血的时，分条就落来，徛伫宝血的面前。耶和华就甲摩西讲话，将百姓看见分条徛伫宝血的面前，百姓就拢起来，人就徛伫宝血门口跪拜。耶和华甲摩西面对面讲话。亲像人甲朋友讲话一款，摩西倒转来行来，独独分对伊的少年人，论的囝约书亚无离开宝血。摩西对耶和华讲：看，你对我讲，将这个百姓带去，总是我知，你要找谁甲我相共去。就讲我用名应着你，你伫我面前也得着恩典。我当在你的面前得着恩典，求你从你的路指示我，互我安你。通伫你的面前得着恩典，你着笑脸
这种是你的百姓。要我讲，我要亲身带你去，互你平安。摩西对伊讲，你若无亲身带我去，就唔通带我离家出去。对怎样会知我甲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得到稳定？也毋是对你甲我相甲去，互我甲你的百姓得像百姓有稳定吗？要我对摩西讲，你所讲这事，我就要做伊，因为你伫我面前得到稳定，我的荣名应叫你。伊讲，由你互我看见你的灵光，伊讲，我要互我一切恩惠归回你的面前，也宣布耶和华的名伫你的面前。我要收稳我所收稳的，我要引领我所引领的。佮讲，你唔会看见我的面，因为我看见我的话。甲我讲，看，我遮有所在，你着我徛伫石盘顶。当我的灯光经过的时，我要甲你下石盘下来，用我的手抓你，轻靠我过去。然后我要交我的手倒转，你就会看见我的脚趾头。总是日头看我的面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、照伊的话来行的人。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上帝的同在。下面时间咱交陈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，咱三当心来祈祷。祝愿即时困于你，特别甲阮三个伫地，互阮伫即时会当用心用神来敬拜你，特别当对你的话晓悟伫真理，伫真理的顶面，伫遮来行踏，伫真理的顶面，伫遮来遵守。特别即个新的一年，更加会当因为你的话，阮伫阮的生命中得到更较大的帮助。但是要对你的话，阮三个伫遮要当心学习，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兄弟大家平安。这个礼拜六，这个礼拜六正是正月初一的，过年，所以咱大家已经准备好要过年无？逐年来咧过年哦，真好吼！伫正月初一早起9点，咱教会有举办这个新春庆谢礼拜，邀请咱兄姊妹伫新年的头一日，让带领全家来到咱的教会，来到咱的圣殿，直接用感恩，特别来感谢上帝，伫一年的中间的保守看顾，互咱平安过这个一年。咱若要展望咱的未来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会当伫信仰上更较扎根，信心更加加添。即日有上帝同在的平安、喜乐、丰盛、佮富有。回顾咱2023年，一路行过来，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有感觉坎坎坷坷，充满着侪惊吓佮不安、担心佮挂入咧？譬如讲，2023年3月爆发出台湾有史以来真严重的叫做欠粮的危机，到今这2个月，敢已经转来啊？转袂去啊！而咱知影这通货膨胀造成这个物价愈来愈悬，不但是台湾的问题，也是这个全世界拢必须面对的经济这个问题。新的一年，日子是毋是会更较艰苦咧？相信咱大家拢非常会关心，甚至有时会担心的问题。特别社会治安方面，5亿高中生的命案，高中生校园这个挂颔棍的命案，
相信咱大家拢非常会担忧社会治安这个问题。咱这个社会治安造成这个大的震荡，特别伫这个国际方面，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，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，到伫今仔日也伫遮咧持续中。和平毋知第时才会临到，总是感谢上帝。伫2023年5月，交了咱3年外的 COVID-19 正式得到控制，成立1197天的疫情指挥中心改善。特别咱台湾百姓所关心的总统大选，也伫年初和平完成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2023年，咱教会兄弟姊妹，要咱经历了生活的打击，还是病痛的折磨，甚至亲人的过往这种的悲伤，总是拢伫上帝保守甲看顾中间，咱拢有平安。所以新的一年来到，牧师相信有一寡兄弟姊妹已经亲像进入这个丰盛的迦南地，伊欢喜着享受这个老年甲蜜的润泽，日子过甲真有滋味，丰盛佮富有。总是检查有兄弟姊妹，也是行入这个艰难的旷野地，毋知第时才会当进入这个迦南的水地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毋管你已经定居伫这个舒适的迦南地，也是悠然漂流伫这个旷野，咱拢需要有上帝的同在，才会当安稳自在。咱今日新安讲的读经本所研读的圣经节是出来记32章30节到33章1节到23节。通过这段圣经，咱要直接来思想一个真重要的主题，就是上帝的同在。兄弟姊妹，你捌真实经验到上帝同在的平安甲喜乐吗？你怎样知影咧？上帝确实甲你三角地带，来讲上帝甲你同在咧。因为今日圣经节的背景，就是以色列人看见摩西上西奈山40天也未落来，心内感觉非常的恐慌甲不安，因此伫遮呐拜金牛，领上帝的授记。伫出来记32章1节，圣经的记载讲，百姓看见摩西沿前无落山，百姓就自即个阿伦兄对伊讲：起来，甲阮装上帝，通行伫阮的头前，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对埃及地出来的迄个人，阮毋知伊拄着啥物。兄弟姊妹，摩西伫遐沿前无落山，伊伫西奈山顶40日暝。圣经中，咱爱知影40是上定试验甲试炼。伫这段时间，不但考验摩西，也考验到百姓。结果，百姓无赢过这个考验来失败，因为因欠缺这个耐心。咱爱知影，欠缺这个耐心是人的本性。所以伫心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啥物？极时的啥物？满足，及时满足。人拢真想要马上得到想要爱，想要的物件。只要拄到一点挫折，就伫遐感觉大受不安。所以有时急甲亲像这个烧鼎顶面的狗遐，有时理智失丧，干脆伫遐放弃。所以咱看这婴幼儿因的笑面甲因的哭面变得真紧，得到满足，伊就马上伫遐笑眯眯未满足咧，伊就伊就伫遐哭，未欢喜。所以婴幼儿拢无暗藏家己一时满足甲耐心不足的这个什么特点。兄弟姊妹，如果咱的信仰
也是停留伫即个婴幼儿的阶段，就亲像以色列人共一样，欠缺即个耐心。因为42久无看见摩西转来，因着心内非常的急躁不安，想要呐另外敲找神明。兄弟姊妹，当你祈祷真久，上帝却无回应，你是毋是会因为安尼心来急躁不安呢？你是毋是会直接来摇疑上帝的同在呢？那像以色列人为了家己另外要做偶像呢？其实迄时的以色列人，因每一工拢伫遐食啥物？食上帝对天顶降落的啥物？玛纳，啉即个石盘顶拍出来的水。日时咧有风跳，暗时咧有花跳。其实因每一工拢咧经历上帝保守、看顾甲帮助，总是去安那心烦杂不安。因着看袂见上帝恩典，兄弟姊妹，当咱咧为头前的道路伫遐迷茫、恐慌不安的时，请你一定要回过去，对你恩典照顾的上帝。咱详细思想，上帝过去对你即个恩典甲照顾，到底有偌济、偌大刺伤看卖啊？咱知以色列要出埃及，遮尔艰难的代志，上帝拢安那拢做会到。要有啥物是上帝所做袂到的？而且咱知影过红海是不可思议的代志，也拢经历过啊。要有啥物是上帝做袂到的？所以当咱学会晓感恩、算效上帝过去伫咱身上所成的即个恩典，那呢？咱自然就会产生信心甲勇气，来面对未知的明仔所要拄着的即个什么？即个挑战，深信这个拢会变成做生命的营养素，帮助咱更加健全成长。兄弟姊妹，有时咱欠缺即个耐心，是因为军事也是地势。看不到全局，想要马上得到满足，结果咧，有一句话讲叫做“诚紧弄破碗”，反正需要用更加多的时间伫遐来修补。所以伫这个新的一年，咱对学习到真重要的功课，就是通算效、稳定甲耐心听候。你要相信上帝对你有一套全套的什么计划。要提升你的生命境界，生活中种种的磨练、训练，拢是拢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，当咱伫遮咧耐心听候的中间，持守伫遮来靠点，来讲充实家己自心的内涵，必定会听候着丰盛佮富有的人生。因为听你的上帝一定要来祝福伫你的未来。所以，伫经验到这个考验的时阵，咱一定要耐心听候上帝的时间来到。千万毋通像这以色列人共一样，因为欠缺耐心，而伫遐冲动犯罪，直到得罪上帝，为了家己招来这个灾厄。所以，伫哥林多后书5章7节安尼甲咱讲，因为阮伫行是对神，毋是对所看。所以，咱求上帝帮助咱，毋是对所看的来行咱人生的道路，是因为伫咱的内面有这个信心，咱才会当继续向前行。今日上帝所爱咱行的这条道路的顶面，所以伫旷野的以色列人，因每一工拢伫遐咧经验着上帝恩典，食玛纳，啉磐石所出的水，有风跳火调。为雷伫四周围伫遐保护因，阁无对敌对因的侵犯。只因因为摩西就山40天无落来，因的心就伫遐极其不安。这时因将伊的眼光注目伫即个摩西的身上，因看袂到上帝，因只看到摩西。
直到当摩西无伫的时，因就产生真强烈的无安全感。为什么安尼呢？因为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拢是通过摩西，家己并无甲上帝建立即个稳固的关系。兄姊妹，你捌听过一句话无？上帝是有囝无孙，捌听过无？咱拢是安那，咱拢是上帝什么的囝儿？敢有人是上帝孙啊？那无信主、无了解咱信仰的人吼，拢是讲阮老爸信耶稣，到现在换我信了，变做上帝孙吼，毋是。上帝是有囝无孙，爱注意这项。父母的信仰会当传承互咱的子孙，总是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拢必须要家己伫遐去经营、去起造。伊咱每一个人拢必须家己甲上帝建立关系，这是无法度靠别人的。譬如讲，牧师伫遮咧牧养，也是只敢搭一个桥梁，帮助你会当搁较侪、搁较深，会明白这位上帝。总是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一种个人的关系，毋是牧师会当代替，必须挖靠你家己用你的心去经营，袂当，才会当安那，才会当甲咱的上帝有亲密个稳固的关系，毋是讲靠人吼，你若靠人，人会倒无？人会倒，靠上帝会倒无？咱这真清楚，这是咱的信仰。所以现在这边要经历上帝同在。必须家己甲上帝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，所以摩西个人甲上帝有真亲密个稳固的关系。因为安尼先，伊对上帝有坚固的信心，拄着更较大的困难，伊也敢带到上帝面前安那来求。种以色列人呢，因无，因拢伫遐看摩西，直到摩西无伫的时，因的信心就高大。兄弟姊妹。信仰的起造是家己的责任，别人无法度代替。所以咱必须爱伫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根基顶面，家己好好下功夫去起造、去建造。所以咱都要搁较做啥物？读圣经，伫咱的灵内面，爱甲上帝伫遐亲切的安那亲近连密，才会当连密你的上帝是怎样。丰盛不有的上帝，更较深的祈祷，才会当经历到上帝对你讲话的甜甲水。所以伫顺境中，咱会当感恩；伫逆境中，更加会当算效主的恩典，安然抓着上帝应允。信心就是安尼啊呐，伫即个生活的中间的一点一滴的顶面底下来成长，信仰也是安尼渐渐扎根成长。相信有真侪人吼，拢听过即个世界的八大奇迹，世界八大奇迹，咱知捌听过无？甲伊第八大奇迹是啥物？复利效应。即个复利效应的曲线，伊的前期增长是非常非常的慢，所以达到一个缺点，伊就安那咱敢咧飞。会这种速度伫遐来增长，这个复利效应不但会当安那运用伫这个财富的增长，会当运用伫信心甲信仰的增长。当前期慢慢伫遐咧成长的时，咱必须有教育的什么？教育的耐心伫遐来听候，并且累积的过程中间，遵循这个刻意练习的原则，相信必定会当安那得到丰盛的成果。所以当摩西头一摆拄着上帝时，这是复利哈。所以头一摆摩西拄着上帝时，伊和上帝差遣去见什么人？法老王，爱带领什么人？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开始的时，伊充满什么？骄疑呢？伊是真不安呢？伊是非常的恐慌呢？去见法老王，总是军队了一摆，搁一摆的顺服，
伊就一摆搁一摆经验着上帝奇妙的信念，这也互伊产生对上帝更较多、更较大的信心。一直到伊学晓无看环境，只敢看这位会当行信念的上帝。因为认真还是听咱上帝话，并且将上帝话安那变成做生命的营养素，帮助伊的信心更加稳固。这一摆，以色列伫遮拜金的牛，大大掠上帝的大手气。你甲上帝要将即群未晓感恩背逆的以色列百姓伫遐来处死，另外要兴起摩西的后裔来代替以色列人。这面对上帝的受气，摩西毋是惊甲毋知要怎样，也毋是为了家己特别得了蒙恩伫遐咧欢喜，伊是大胆来到上帝面前拍拜，为了犯罪以色列百姓，伊伫遐迫切代求。所以伫出埃及记32章31节到32节咧讲，摩西倒转到耶和华遐讲：哎呀，这个百姓犯重罪，为家己做金的上帝。但你若要赦免因的罪，若毋求你对你所写的册擦去我的名，兄弟姊妹，百姓犯了这么严重的罪，摩西佫伫遮敢为着因伫遮来请求，为什么？因为安那？因为认捌着上帝是一位真正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悲疼痛的上帝。所以摩西对上帝有真大的信心，伊相信上帝是真正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悲疼痛的上帝。所以敢来到上帝面前，为了以色列百姓直接来求。兄弟姊妹，咱对上帝认捌，目前是伫倒一种的阶段呢？你对上帝的信心，目前佫是倒一个阶段呢？其实若愈认捌上帝愈久的人，对上帝的信心，伊自然就会愈来愈大。如果咱若只敢想要看新了，想要得到恩典，却无想要认捌上帝，当你若拄着真大的艰难挑战的时，你自然就经袂起这个考验，你的信心就会降低到这个高底。兄弟姊妹，信心绝对毋是起坐伫这个拢无凭据的这个功夫的顶面，乃是建立伫对上帝认捌。摩西因为对上帝的属性、对上帝认捌，知影上帝是一位真正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所以敢伫上帝面前为着以色列百姓来求。果然伫遮，上帝听摩西的祈祷，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。总是摩西的信心，毋是停留伫即个所在，伊还有更较大的请求。所以伫出埃及记33章3节，上帝虽然上帝虽然伫遮赦免以色列人的罪，却拒绝甲因同齐去，只甲讲要派使者甲因去。所以圣经的记载讲，带你到老年甲米的地，因为我毋甲你上去，为着你是暗棍硬的百姓，行了我伫路里灭无你。所以这款的回答，摩西伊无满意，伊继续伫上帝面前为着以色列人伫遮来争取。所以第33章11节咧讲，耶和华甲摩西面对面讲话，亲像人甲朋友讲话一般样。这个意思讲，上帝甲摩西中间这个关系，就好像真亲密的朋友共一样。上帝会当将伊所要做的代志拢甲摩西讲。兄弟姊妹，其实上帝也期待甲咱伫遮来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，伊也毋望你会当明白伊的心意，会当做伊爱你做真正水佮好的事。所以，当摩西一摆搁一摆伫遮来认捌上帝，咱看见伊的服侍全然无共，伊的信心坚定，就会当为着以色列百姓一
摆搁一摆伫上帝面前勇敢伫遐求讨。所以伫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13节，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讲：看，你对我讲，将即个百姓带上去，总是无互我甲你要找治罪，甲我相隔去。就讲，我用名警调你，你伫我的面前也得到恩典。我当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互我捌你。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你着少年即族是你的百姓。其实伫即段话顶面，摩西伫遮tou起着上帝的心，伫遐摸着上帝的心，得着上帝欢喜。伊摩西知影，真正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，毋是摩西伊本身，乃是上帝本身。兄弟姊妹，以色列人掠做带领因出埃及的是摩西。也因为安尼时，当摩西40天无伫咧，以色列人就伫遐恐慌不安，祷告为了家己来做偶像。所以摩西伫遐伊真清楚知影遮的百姓是上帝百姓，有办法互伊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也是上帝，并不是摩西伊本身。所以摩西伊知影伊家己无力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也无力带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。会当做成这件代志的，只有上帝。所以坚持爱上帝一定爱甲因甲因同行。爱甲因同齐上去，上去到迦南地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看见摩西明白伊的心意，上帝的心就得到真大的安慰。兄弟姊妹，咱敢知影？上帝因为你明白伊的心意，你得到真大的安慰，是毋是改变上帝本身的心意？恁相信安尼无？33章14节，安尼记载，讲耶和华讲，我要亲身甲你去，互你平安。这才是摩西祈祷得到上帝答应的根据。摩西祈祷得到上帝欢喜的原因有两项：头一项，伊对上帝的服侍是完全忠心的；第二咧，伊对以色列百姓的听是完全无自私的。伊若自私，伊就免求上帝讲下面以色列人做嘛，伊就用伊家己的后裔做上帝选民就好啊，对无？真简单的一点代志，但咱看见伊不但忠心，阁是完全无自私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祈祷是当改变上帝的心意。重要的是，咱的祈祷是毋是哪像摩西共一样，对上帝有真正的忠心，对人有真实的疼心。如果咱来用这种的态度来祈祷，更较大、更较艰难的代志，上帝也拢要成就，伊会为着你来改变心意。所以上帝伫遮对摩西讲：我要亲自甲你去，我要亲自跟你一起去，互你互你平安。真正上帝甲咱三个伫咧，上帝甲咱同在，咱会平安无？无啥确定哦吼。上帝甲咱同在，咱会平安无？我甲咱讲，咱一定会平安。伊伫遮讲，我要甲你亲自去，互你平安。现在只要无上帝同在，就无安息。有上帝同在，伫任何的情况下，咱会当得到安息，得到平安。所以第33章15节，摩西对伊讲：你若无亲身甲我去，就毋通带阮对遮上去。所以对这节的圣经在中间，咱看到摩西认捌到一个真重要的真理：对任何的事物，拢袂当取代上帝的同在。任何的代志、任何的物件、任何的思考甲想法，拢无法度取代上帝的同在。
如果咱拥有全世界上水上好的各种祝福，譬如讲你有房子、有车子、有妻子、有孩子、有金子、金仔、囡仔、某、车、厝，逐项拢无欠缺。独你若无上帝，也就是讲，咱只爱有上帝祝福，结果咱无爱上帝。我们只要祝福，但是不要上帝。哪里呢？在世界人目睭中看做什么美好的祝福，最后拢会变成做灾难甲咒诅。譬如讲，翁仔某会安那跳破面无？会无？手足会安那？会安那？会烧台无？子孙会为着财富争夺财产伫安那？过去甲什么？法院顶面无？等等这样的事。摩西讲无上帝同在应允的这个水地，就毋是真正的水地。伊宁可无爱去，也就是讲有上帝同在的旷野地，就是老年甲蜜的水地。兄姊妹，你是毋是有看见？有上帝同在，就哪像啥天堂一般样，也就是先得到真正安息的所在。所以兄姊妹，伫新的一年要来到，咱来求上帝帮助咱经验更较侪稳定，咱就安那更较精深的什么来认捌咱的上帝，听你的上帝。伊愈认捌上帝，你就愈有信心伫遐来听候上帝。伫恁来听候中间，上帝安那要塑造你的品格，提升你的心眼光，开阔你的生命境界，互你有够也宽阔的属灵器具，来承接上帝丰盛佮富有的稳定。这愿上帝同在，帮助你，无论伫怎样的环境中，拢会当得到安息。愿咱的心，因为主的救恩，冒属天的平安甲欢喜。愿上帝当祝福咱，特别祝咱每一位。伫这新的一年，有上帝的同在，诚做咱生命中上水上好的。无论你即时怎样，因为上帝祝福，互你得到真正安稳自在，领受上帝最大的恩典。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你上帝，感谢你，我一摆对你的话上下是主安知。伫这个新的一年会来到，我要怎样将你的话刻掉伫我的心？互你的话，成就阮生命中上水上好的保证。因为你的话真正水个奥妙，你的话充满着真理，你的话也反伫阮的生命中产生最的论点，产生最的起造，最的帮助。当此时困，你搁再来起造阮甲你中间更较更深的认识，反对这信仰顶面。更加体会到上帝伫阮的生命中的水较好。当阮即时，佮将阮本身完全恭敬摆咧伫你面前，恳你继续带领阮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享悟伫你的话的顶面的真理，行踏伫你的真理，实践伫你的真理。阮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